来过来是中国针对着台湾的农产品免扣关税的优待，为9月25开始要来取消。有34项的农产品受到影响。这农业部嘛马上来做统计，2024年到目前为止，这34项的农产品销到中国的金额是美金736万。若是恢复正常的税率了后，大约要支付107万的美金。农业部讲，损失有限，影响会当控制，卖辅导农民外销到其他国家。蚵仔一开，叫食日本路真水，煮起来绝对绵。这是屏东高手农民种的优质蚵仔，加工过外销到中国批。本将有免关税优惠，不过中国阁未现关税税缴费用会公告9月25开始。台湾为农产品免扣关税政策被来取消，包括11项菜色，有高丽菜、花椰菜、菜花、蚵仔、葱头、真正等等；8项水产品，有枪鱼、花卉、扁鱼和淡菜等等。果子上册有15项，有往来巴拉、酸亚、油画、色卡和莲雾等等。即马中国单方面宣布取消免关税，和果子农的成本变低。关税之后，你的进货成本会提高。相对的，我们的末端售价也会提高。本来便宜的东西，你现在提高它的价格，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会降低，杀伤力非常大。我们都是希望说能够销到我们的对岸。农业部收到消息，随调出2024年到即马叫取消关税这34项农产品，外销中国的数据，产品金额是736万美金，若要搁支付关税，爱搁付107万美金。那中国的这一种打压的手段其实是可以停止了。台湾的农产品不靠中国已经很久了。民进党政府如果不调整两岸政策，不建立一个有效而且互信的沟通管道的话，这样的状况可能会加剧。农业部讲，中国正在用真侪种无效降价措施，为了影响台湾农产品出口。两岸的一个贸易应该尽速回到国际一个规范，在 WTO 的一个架构之下，正式的展开的一个协商。农业部讲，即摆中国取消免关税损失有限，影响也可以当控制，不过卖抗击，同时卖来辅导农民推广中国以外优质市场，来提升农民权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